再来看南投埔里爱兰梅村哦，因为地形亲像一只船，所以古早叫做船山。最近哦，社区办亲子的活动，咱嘛做伙来看卖。第一不是有土啦吼，第二就有稻草啦吼，过来就只要动作要灌土啦吼，土角刀爱泡水哦，等下离土角离吼，才救会起来。土角庄是古早庄较重要的建材，埔里船山举办地区的文化活动，让民众家己动手做土角庄，了解古早人起厝的艰难。今天做那个土角砖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简单，然后光剁稻草都觉得很辛苦，然后还有那个土都非常的粘稠，所以以前的人做这些土角砖去盖房子，觉得蛮厉害的。南投埔里的爱兰梅村，因为地形亲像一只船，所以古早号做船山。社区推出文化活动，除了让民众家己做土角庄以外，搁去参观古早的洗衫池，也利用在地农产做土角棒。那玫瑰花的部分是我们土角棒的第6种口味，采用埔里镇农会的有机玫瑰花做制作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样子的一个社区产业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梅村的文化，让大家进到我们社区来小旅行、参观，然后 DIY。农村的生活，逐项拢爱家己来。社区模仿古早味的生活方式，办文化活动，希望有更较侪人了解船山的地理文史，行销在地特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